在福建漳州放慢脚步，感受山海之间的宁静与美好。这里有清新的空气、温暖的阳光，还有古朴的土楼与悠闲的渔村。中国的新三亚城市，大批退休族都来这个小镇养老了。这里就是位于漳州龙海海峡国际度假颐养社区，这里背山面海，独享森林及仙养环境，专为长者打造的800米森林环跑道，是您每日晨练的天然氧吧。小区24小时智能应急呼叫系统，为安全保驾护航，免费健康检测，贴心守护您的身体，还有代购药品、费用代缴等生活服务，让您省心省力。从舞蹈、合唱等日常社团到节庆活动、四季养生餐，这里不仅是居住地，更是享受丰盛社交与健康生活的颐养樂園。海峽國際灣區，讓康養生活從容而美好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有關退休資訊，或者邊一個城市享受退休生活，可以留言俾我。孤之有孔明，游鱼之有水也。